廣東今次爭氣啊！2025年第一個全國現象級嘅草根網紅，終於喺我哋廣東誕生啦！佢就係湛江穗溪嘅肥娟，一間小食店1晚直播1000萬。嗱，呢個創新模式咧，頭部頂流喺佢面前都要收皮啊！故事係咁嘅，肥娟之前賣鞋咧就生意慘淡，鞋店咧開喺小學附近，每日放學咧嗰啲學生哥就不請自來，成排人圍住電視睇，人多到咁啊點做生意啊？換你早就趕晒僆仔走啦！但肥娟嘅心腸好，冇咁做。反而播動畫片俾佢哋睇，仲買埋零食請佢哋食。嗱，有時候咧仲江湖救急，幫啲家長睇住個細路，簡直就係貼錢託管啊！但係鞋店實體有幾難做，大家都知啦。堅持咗2年咧，確實係做唔落去啊！咪決定倒閉。肥娟兩公婆就決定執笠，點知咧班學生哥係唔肯俾佢哋走喎，加埋網上嗰紮早期嘅精神股東咧，集體決議建議肥娟轉行做小食。咁啊，肥娟兩公婆咧就有個優點嘅，就係好華為，聽勸，咁事已至此去試下咯。點知一試就不得了啦！開業當日係成條街爆晒，啲學生哥咧就呼朋喚友，全部翻嚟撐場啊！仲要因此咧引爆咗個直播間。肥娟對班細路嘅善心咧，無意間帶嚟咗巨大嘅福報。呢個執笠聽勸逆襲嘅良心故事咧，瞬間感動中國，火爆全網。嗱，戲肉就喺個直播間啦。肥娟係無心插柳，偏偏就打造咗一個全新嘅直播盈利模式。而家啲事件營銷嘅新玩法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雖然肥娟係聲明唔接廣告唔帶貨，但一啲用都冇。長期幾萬人在線，你當啲商家睇你唔到啊？先係第一波流量，幾十個商家玩霸榜，為咗爭榜一大哥，打起咗2025年嘅第一場商戰。嗱，最初係一個白象咧，同幾十個海信電視有溫和霸榜，然後黃小國入局啦，狂刷咗幾個嘉年華，榜3衝到上榜1。嗱，由此吹響咗嘉年華大戰，越演越烈，刷到當晚嘅直播間都黑屏。嗱，然後最大贏家登場，肥娟隨手就放咗箱歐亞牛奶喺個牆角嘅一張凳上面，即係直播間畫面右下角呢度啊，真係好順手嘅咋，擺明係冇心嘅。但係歐亞一睇，喂，廣告你都幫我上埋，冇理由唔做嘢嘅，一波嘉年華硬係踢走咗黃小局，霸咗榜1。嗱，為咗答謝歐亞，肥娟又放多包歐亞麵包上凳。嗱，歐亞醒目啊，馬上喺自己嘅直播間咧同步板凳同款牛奶麵包。網上肥娟嗰班軍師見到歐亞咁有誠意，嗱，開聲教佢咯喎，喂，唔好介紹產品啦，我係中意睇小姐姐跳舞啊！歐亞咧喺阿肥娟身上已經見識到呢班軍師嘅威力，聽勸即刻跳舞。平時幾百人嘅直播間靠住打榜加小姐姐跳舞，1晚賣出咗282萬嘅牛奶麵包，不知係平時嘅幾多百倍。一個你聽都未聽過嘅小眾品牌從此出圈，之後其他品牌就有樣學樣啦，全網清一色歡迎軍師，肥娟同款。但凡最火爆嘅冇幾個係設計出嚟嘅，肥娟又點諗到啲商家為咗嗰2張岩岩巉巉嘅木凳大打出手，使幾十萬都要坐上去，更加諗唔到要鋪到成地 A4 紙，行都冇定行。而家乾脆上埋身，其實仲有班商家喺度隱形蹭料靚，冇咁多預算上唔到直播間，咁咪上評論區咯。一紮官方品牌旗艦店戲精留言，有話自己騎緊馬過緊嚟嘅，有話為咗打榜咧而家努力揾緊錢嘅，唔少嘅評論都過萬曝光，流量都好勁咁。嗱，肥娟今次咧就開咗個先河，實現咗網紅同商家分離，賣貨同直播分離。你賣你嘅貨，我做我嘅網紅，我嘅流量你可以用，唔該俾錢。而你嘅貨賣成點咧，同我無關，我唔該粉絲，粉絲自己揀，我亦唔收商家錢，你自己拆禮物唔好諗住綁架我哋冇契約關係，係嘛？喺我度冇坑位費，冇廣告費，豐儉由人，就睇你嘅實力同你嘅預算。肥娟同班粉絲嘅雙向奔赴，比起一句一個揸引文嗰啲，不知好幾多百倍啦。之前董宇輝咧都係咁嘅感覺，但肥娟就更加純粹。你點善待班細路，全網粉絲就點回報你。當啲帶貨主播仲喺度嘈冤巴閉3、2、1上鏈接嘅時候，肥娟就好似一股清流，真心做到童叟無欺。套路只有短期利益，真誠先有長期價值。好多人信生意難做，你睇下肥娟睇唔睇得明啊？真誠先至係宇宙最強力量。大家撐嘅唔係肥娟，係內心嗰份彌足珍貴嘅真誠同良心。估唔到善有善報會成為一條商業規律，一個屌絲逆襲嘅方向。喺我哋廣東，只要你肯做，點會冇機會啊？加油啊 bro！